大家好，我係 Reno， 今日講一條每一年 DSE 必考嘅初中題型，就叫做 Rate and Ratio。嗱，黃笏南最新今年中六嘅 Final Mod 題目嚟嘅。而家呢一抽嘢，跟住要你揾呢一抽，嗱，老實講見到都頭痛係嘛？而學校老師俾嘅建議答案呢，就好傳統啦，就係大家平時可能做慣嘅，將呢一條式做翻個交叉相乘，跟住化減揾 A 比 B， 再切翻 A 係幾多 K，B 係幾多 K， 跟住再代翻入去，再做化減嗱。但係現實講下，你考 MC 咁樣做，至少2到3分鐘嘅時間就係我哋最大嘅敵人啦。喺一份 MC 卷上面，我以下落嚟教一個大家係可以喺大約20秒度揾到答案嘅技巧。嗱，聽住2部曲嘅啫。第一，將呢條式嗱，分子當一條式，分母當一條式，咁我哋係咪可以形成一組嘅聯立方程出嚟啊？咁以下落嚟，我哋就可以運用 program 去撳到嗱，橙色我哋撳入去。跟住黃色我哋撳入去，就撳到個 A 比 B 叫做7比4，得唔得？當我哋知道咗如果 A 比 B 係7比4嘅話，嗱，呢一條式我哋唔使設幾多 K， 直接將 A 代7，B 代4，咁我哋就可以直接撳得到個答案，就會叫做 C 劇啦。OK， 嗱，你識得呢2部曲嘅話，呢一種題型就算一個數學個底更差嘅同學都好啦，你都能夠大約20秒左右係100%一定揾到正確答案出嚟嘅。所以各位同學記住啊，數學你 level 幾完全同你本身好定唔好係冇關係嘅，係講緊你識唔識，有冇學過針對每種題型嘅方法。中4、5嘅同學嗱，而家你哋就有呢個機會啦。嚟緊我哋嘅大考精讀班將會全面傳授翻全年所有數學技巧，幫你直接喺大考咧升2至3個 level， 從而可以幫你及早準備咧我哋2026同埋2027嘅 DSE 數學科嘅。各位同學，課堂見。